这是咱要来强他上帝的话，是记载伫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的7节。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搁一台圣经是彼得前书4章8节。第一要紧，大家着切切三听，因为听是要压砍一切罪过。今仔日咱的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爱的真谛》系列16讲。听是凡事包容，请咱用恭敬的心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礼拜咱要继续来看《爱的真谛》的系列。牧师要分享听是凡事包容这个题目。咱伫进前有讲听是听是无安怎无安怎，拢讲8项吼。听是无怨妒无夸口，等等遮拢总有讲8项。这8项是帮助咱将这个听的界限画出来，互咱知影伫啥物范围内底，咱会当享受伫听内底完全的自由。然后对13章的第7节开始，保罗要进入这个听的诗篇的结论。所以伊用4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仰望。咱今日先要来看这个凡事包容。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真做阮生命的气力，会当来调整阮的血气，互阮会当哪顺服你的心意。主，阮只是要静静听候，求你亲自对阮显明你的心意，互阮学习凡事包容的功课。阮也恳求主伫阮领受了后，赏赐阮智慧甲气力，互阮会当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名。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经文中间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做凡事凡事。现代中文译本把凡事改做一切。其实差别无真大基本上也是指所有的代志，所有的代志。台语的圣经嘛翻译做凡事，意思所有的代志。但是伫英文的圣经就有无共款的版本，无共款的翻译。有的甲咱相共是翻译做凡事，意思是每一件代志。但是也有的圣经翻译做总是，意思是讲指所有的时间。嘛有的圣经翻译做无尽的包容。但总是咱会当综合这个翻译，会当讲这里非常丰富，伊会当指每一件事，也是讲伫每一个时刻。意思讲，咱伫每一项代志顶面，伫每一个时刻，咱拢爱包容。但是这个时阵，咱心内会有一个犹豫，敢真正会当安尼？敢有可能伫每一件代志顶面，伫每一个时刻，咱拢包容？所以牧师首先要甲大家分享啥物叫做包容，啥物叫包容？包容这个字伫希腊文中间叫做 stego， 这个字台语翻译做忍受，但是伊正确的翻译，无论是翻译做包容，还是翻译做忍受，实际上咱来知影伊的理根，伊有一个字根，伊的理根的意思是啥物货？是触定，触定。伊即个地讲，即个字是对即个触定即个字来发展出来。咱来想看觅，咱即个触定是要做啥？触定就是要保护厝内面的人，对无？咱当然即摆若出去外面咧落雨，咱就爱握着雨；外面咧出日，咱就爱晒着日。若外面咧做风台，咱就爱风台扇来扇去。但是当咱入来即个厝内底的时阵，有即个触定，把咱抓扛起来。所以咱会当安怎得到保护啦。所以触定伊主要的目的是为着要保护厝内底的人。所以为着要保护的缘故，伊就爱忍受嘛。伊爱忍受真侪天气嘛。落雨的时阵，伊爱忍受落雨；出日的时阵爱忍受出日；风台的时阵，当雷公的时阵，伊拢爱忍受。为着要保护这厝内底的人，所以伊爱忍受。所以忍受毋是目的，忍受是一个手段，为着要达到
保护的目的。所以原来意思其实是保护啦。所以为着要达到保护的目的，伊需要忍受一寡外来压力。所以有的英文的圣经翻译做听是总是保护啦。伊的目的是保护，所以伊爱忍受。亲像咱若看哥林多前书第9章12节，保罗先生伊安尼讲，伊讲阮无用过即个权柄，反倒等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隔断。意思讲，咱知保罗咧传福音的时阵，哇，爱遭受着真济困难挑战，对无？你有时传福音互人，要祝福别人，但是别人误会，反倒等来落骂。该向撇开，所以保罗拄着真济撇开的代志。但是保罗讲，我对这代志我原本会当来反击，会当来意思讲会当用无好的手段来反击转去。但是伊凡事忍受啊，为什么？为着要保护啥？保护基督的福音。因为伊惊讲，伊若无忍受基督的福音就被隔断，基督的福音就无法度传出去。所以，伊为着要保护福音，互福音会当传出去，这个特别的目的，所以伊凡事忍受。所以忍受毋是目的，保护才是目的。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咱若对安尼来看，凡事包容的意思是啥？凡事包容的意思就是讲，为着保护的目的。所以，咱会当包容一寡人，忍受一寡代志，互咱要保护的代志、保护的人会当得到改变。所以，这个包容、忍受、保护有一个目的，就是望咱所包容的代志、包容的人会当得到改变。所以，咱咧讲这个保护有一种积极性的作用，就是挽回、望。犯错的人，也是讲需要成长的人，会当伫包容下面来悔改。好，咱既然知影这个凡事包容，就是这个意思。安尼，接下来牧师要甲大家来想一寡咱会当做的、咱会当回应的代志。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分享4项。这4项咱会当利用咱的这个周报后壁的大纲来学习。第一项，咱会当做的、会当回应的，就是讲。保护受伤的，互伊复原。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可能会拄着一寡受伤的人，咱着暂时来保护掉的，互伊会当复原。有一遍我去拍球，煞腰去闪着，哇，真艰苦转来时阵，安尼腰足疼，行路的姿势都无啥好势。牧师娘就来我问讲，无你是安怎？我讲我腰闪着。伊讲你敢有腰？但是牧师娘是当然是咧甲我讲生笑的。伊甲我讲你若腰闪着安尼即几工这生活的代志你都毋免做啦摒扫的代志你都毋免做，你好好倒伫门床顶休困因为安那休困就是要安那，互受伤的所在当得到复原嘛。所以咱经过休困，望受伤的所在会当。赶紧来复原比如讲，咱手无说去互刀仔刮着，咱拢会安尼用一个 OK 棒来包咧。包咧的意思就是来保护掉的，互伊会当无阁受伤害，会当去马上复原所以相款，有一寡人的心灵受到伤害，毋管这个伤害是来自家己还是别人造成的。如果咱若用无正确的态度去来处理，都是伫伊个伤空嘴顶面压盐嘛，安尼受伤的人会愈来愈艰苦嘛。所以受伤的人需要保护，受伤的心需要安慰。咱爱扮演这款的角色，所以咱教会爱亲像一个大的 OK 棒，互迄个受伤的人会当来到咱的教会中间，互伊得到复原。过去我伫大屯中心服侍的时阵，有一天阮的主任。带一个查某囡仔转来，真少年，但看伊迄满面忧愁，阮的主任就讲，你拼一间房间叫阮整理一间房间，互伊住伫遐。迄个时阵，阮牧师娘阮还未结婚，但是伊有
伫大专中心服侍。伊讲吼，迄个查某囡仔着甲伊做伙大，吼，伊着让出一个称谓，互伊甲伊做伙大。即个查某囡仔来的时阵，逐不时拢看伊咧哭，足忧伤咧哭，嘛毋知伊发生啥物款的代志。后来吼，阮的主任就讲吼，甲阮几个辅导集中起来，伊讲，即个查某囡仔吼，年纪真细，交一个男朋友，结果无细腻煞有心啦。即个男朋友无负责任煞走伊，家庭的爸母也无要接纳伊，所以伊就去家庭辅助中心去遐拜托因，就讲寻求援助，所以家庭辅助中心就找一个所在来安置，就找到大专中心，互伊暂时住伫遮，听候生产，所以伫即段时间，就是大专中心就开放，互伊住伫遮。阮就有一寡女性的辅导，就时常去陪伊，听伊讲伊的心事，来安慰，互伊暂时得到帮衬，了后较交互家庭辅助中心去处理后续的工作。所以即个时阵，大专中心就变做一个 OK 棒，互即个受伤的人会当伫遮慢慢得到复原。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无论咱个人还是咱的教会，咱面对迄个受伤的人，咱就要有即个作用，来保护掉的，互伊会当复原。包容会互受伤的得到复原。第二项，咱来学习的，就是咱来去体贴迄个软弱的，听互伊成长。咱来知影，听是宽恕包容，意思是讲爱去体贴迄个较软正、较软弱的、较幼稚的，互伊伫信用顶面会当成熟。亲像一个家庭同款嘛，咱囡仔生落来了，这囡仔要细汉，思想还未成熟，身体还未成熟，咱就伫家庭中间来照顾、来帮衬，互伊会当成长，有一天会当独立。所以咱教会嘛爱扮演即个家庭的即款的角色。咱知影保罗先生写即条批互哥林多教会，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发生真侪问题，其中有一项的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吼，因拄着一个问题，因为哥林多是一个外邦的城市，所以有时阵因去市场内底买肉，这肉拢是祭拜过外邦的异教的偶像吼，因为因要迄屠杀这个精神进程吼，屠宰这个精神进程，拢爱祭神，祭神了开摕出来这市场内底卖。实在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时阵因会受。外邦的朋友邀请去因兜一个宴席，宴席中间的确食的肉是祭过外邦的神明，所以因中间就产生两项意见，有的认为讲这肉会当食，有的认为讲袂使，这肉是无清气的，食了会无好，所以引起因这教会真大的问题，所以因就问保罗，到底这物件敢会当食？保罗就因讲。所有的物件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所有的事物拢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有拜过偶像，无拜过偶像，其实拢甲咱无关系，当然会当食。但是有一个原则，保罗认为讲，为着听的缘故，咱爱去体贴迄个软弱的人，因为有一寡信心充足的人，伊认为讲食了袂要紧，所以伊就大胆食。那伊边有一个信心软正的人。看伊咧食也对伊食，食了心肝会惊吓，等于煞影响伊的信用。保罗讲，面对即款的情形，咱虽然会当食，但是咱愿意放弃家己的权利，这才是真正听的表现。为着体贴遐信心软弱的人，咱会当放弃咱的权利，这才是真正听的表现。保罗先生伊嘛伫罗马书15章第1节开始伊安尼讲，伊讲咱信心坚强的人。应该爱帮助信心软弱的人，分摊因的重担，唔通求满足家己。咱每一个人为着其他的信徒的利益来想，来建立共同的信心生活。伊咧讲教会是一个全体，中间有信心较软者，有信心较坚强的。信心较坚强的，就爱去分摊信心软弱的人，唔通干那要看到家己的利益，袂记即别人的需要。这就无听，
真正的疼是伫别人的欠缺顶面看到家己的责任，这就是保罗先生对咱讲。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中间如果有软弱的，咱就体贴伊，互伊一个空间帮助伊成长，互伊伫一个保护掠陷的下面，伊的信仰会成长。这就是咱教会应该爱做的。第三项，就是咱的中间有可能有人会犯错，有可能咱嘛会自己会犯错。拄着即款的情形吼，咱来适当的掠陷，但是掠陷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互因一点仔空间、一点仔时间来悔改。所以圣经中间保罗曾经安尼讲：兄弟啊，假使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赢，恁属灵的人就爱用温柔的心将伊挽回过来。温柔的心就是体贴的心啦，就是会当徛踮伫犯错的人的立场来想的一种方式。咱所读的第二段经文安尼讲，伊讲上界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疼，因为疼会当掠陷真济的罪过。现在中文日本啊，这段翻译做吼，上界重要的是爱彼此真诚相疼。这个中间这个真诚相疼，这个真诚这个字吼，原文吼意思是讲不断不断，无停止的。吼，讲相疼的心袂当停止啦，爱持续不断进行，亲像一个运动员同款。你若还未得到迄个冠冕，你袂当放弃，你要不断不断一直努力。所以这个彼得前书的作者意思是讲，用这款的观念来讲真诚相疼。意思讲伫教会内底吼，咱袂当讲我听你到一个阶段，我就无要听，袂当安尼。吼，意思是讲，咱的目标是伫上帝国，除非咱到上帝国迄一天，若无教会只要存在一天，咱信徒就爱不断不断练习真诚相疼这门功课。伫遮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掠陷这个字，吼，掠陷咱毋通误解这个字，吼，凡事包容，毋是凡事包庇啦，吼，凡事包容嘛，毋是凡事纵容，是要伫对方的错失软弱顶面显出怜悯甲掠陷。所以，这个怜悯甲掠陷是有积极性的作用。意思是讲，咱暂时来掠陷，问题是爱互伊伫即个犯错中间改变。举一个例来讲，如果一个囡仔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伊的老母发现讲，这个囡仔犯了这个代志，真毋好。若万一伊老爸脾气作歹，若互伊老爸知影这个囡仔一定死的，一定真惨的。若无去互拍死嘛是半条命。安尼，若万一转来两个爸仔囝冲突，这囡仔一定无法度改变，有可能离家出走，安尼就惨啊！所以这个老母就将这个代志来暂时来隐瞒掠陷起来，无要互因老爸知影。但是如果这个老母呢做到这就是包庇了，就是纵容了。但是这个老母若继续处理，伊将这个囡仔叫来讲，你做这件代志真毋对，所以老爸老母真伤心，你的确爱改变，你后悔了爱改变，就是爱悔改。这款的掠陷就是叫做包容，因为这款疼的掠陷会带来挽回修正的力量。如果倒边来看，有人犯错，咱无去保护这个人，死个去人讲，有时咱徛的观点嘛无一定正确。咱所做的方式，就是把这个人，人讲推向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甚至这个人可能无来教会，离开上帝，对咱一点仔好处嘛无，咱去害人跋倒。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教会爱亲像一个家庭，亲像一个病院同款，互受伤的得到帮助、恢复，互犯错的会当得到改变。互迄个软者会当得到成熟，这才是咱教会应该爱做的。咱会当做上界好的一件代志，就是第4项要甲大家分享。
就是代祷，就是做代祷服侍。吼，咱会当实践，就是伫暗中为着别人的需要。咱拄则讲过，有人软者，有人软弱，有人受伤，有人犯错，咱就为着遮个伫暗中替遮个人祈祷。所以代祷者爱安怎？爱有一件真重要的功课，就是爱保守秘密。因为这就是一种保护，一种体贴，一种热看，这就是凡事包容、彻底的实践。所以牧师望讲，咱面对拄则所讲遐，面对受伤的人，面对幼稚的人，面对犯错的人，咱拢爱将代祷放伫头前，透过代祷来互伊改变。我诚做牧师，有一件代志真重要。就是爱诚做别人的掠看，虽然有时做牧者上解困难的代志，上解艰苦的代志，就是阮心中藏真侪秘密啊。有真侪兄弟姊妹，无论过去伫基构中间，还是伫教会服侍，有真侪兄弟姊妹因为信任咱，所以伊来到我的面前，将伊心中的苦痛讲互我听，叫变做我的秘密啊，变做一个秘密，藏伫我的心肝中间。永远都袂当讲，你毋通想讲我若退休了会写一本回忆录，吼，大家秘密拢来写出来，我一定袂了袂歹，但是保证袂，因为这是上帝交代阮的天职，我一定会将这个一直到死的时阵拢袂讲出来，倒到上帝遐。我嘛望教会兄弟姊妹，咱用这款的态度来服侍别人。咱中间有受伤的人来找你，有幼稚无成熟的人来找你，有犯错的人来找你，还是讲你知影这个人的问题，请咱放伫代祷中间，暗中来替因祈祷。安尼，咱的生命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咱的教会就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因为咱的教会就是凡事包容、凡事保护的教会。咱做伙来学习，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阮学习凡事包容的功课。主，阮是遐尼软者，阮恳求你加替阮加倍疼心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看见着欠缺所在，就去补满；看见着需要的所在，就了解阮的责任；看见着别人暗情中间的问题，阮就放伫代祷中间。求主来改变，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本身以及阮的教会，拢成做一个凡事包容的教会，凡事包容的人。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